Hello， 大家好，仔细看，一根勺子和一枚戒指。正常情况之下，戒指只能从勺子的顶端放进去，但今天咱们要挑战，把戒指直接从勺子的底部穿透进去，非常的不可思议。来，想学的朋友呢，快速戳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这边呢有一副扑克牌，接下来呢，咱们随便找一张牌啊，比如说这是一张翻片8，瞬间呢可以把它变成一张黑桃老 K 啊，超帅气的一个变牌手法。喜欢想学的朋友呢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在超市买的一块饼干，咱们把它吃掉一口还可以还原啊！饼干还原是怎么做到的？还不会玩这个魔术的朋友，快速戳屏幕2下，把这个小爱心把它点成红色的，然后评论个6，现场教给你们。好的，4根手指像这样子夹住勺子，然后大拇指放后面，戒指放进去。伸手去抓戒指的时候呢，其实是假动作啊，藏到里面来，手上是没有的，顺势把它掉下来就可以了。这个你们稍微练习一下，还想学习更多精彩魔术，别忘了点个关注哦，感谢大家。你来过这里，我马上呢把它教给你。好，教学拿的时候拿2张牌啊，2张一起把它拿起来，用大拇指、食指捏住它，中指呢把前面这张牌快速勾到后面来。好，再看一下。大拇指、食指捏住它，中指把它勾到后面来，这边把它收走，连贯起来做，像这样子，瞬间变调啊，超帅气的！还想学习更多精彩魔术，给我点个关注，感谢大家。其实呢是这样子的啊，橡胶的有一条橡皮筋，关注我，每天学魔术。